劳动部上新的公布，现主时国内有31000多人咧迄无薪假，创11年来的新高。最近迄无薪假的企业集中伫台北市，以大卖餐饮业、批发零售业、运输仓储业上界凄惨。劳动部讲，因为边境继续咧管制，一寡挖靠着外国观光客行业也是真艰难。印空街虽然人有较济，不过有人看无国外观光客。跟去年12月来比较的这个40%的差距，这个几乎全部是国外观光客。那国外观光客没有来，至少就受到这么大的影响。劳动部昨公布上新的企业减班休困的人数，又有新的记录，无薪假人数31816个人，甲顶一期比较起来增加106间。事业单位内面有83间是台北市的，集中伫批发零售业、饭店、餐饮业，还有旅游业。目前还是在做一个边境管制的情况，所以它观光相关的都还是会有持续受到影响。虽然最近国内游览有回温，连假、花莲、台东等等景点人是有够济，不过台北观光业嘛是无较好。我们现在预期的是7月开始，假设它的3.0的补助还没有确认的话，饭店或是旅行社，尤其是集中在台北市，应该在7月中开始就会有一波裁员潮，就不仅仅是无薪假这么简单了。无国外观光客，台北饭店业者只能倚靠政府的纾困来过日子。疫情过持续偌久，暂时还唔知影。